Hello， 我係葵信資訊素養大使 Miss AI。下個星期一，6月23日係資訊素養及新興科技日。當日嘅節目非常之豐富，有攤位遊戲、機械人比賽、問答比賽以及講座等，獎品十分豐富，請同學踴躍參加。下星期一同學請穿着運動服，請班主任幫忙寫手冊。4年級嘅同學，請你到時帶 iPad 返嚟學校，我哋會有無人機進階比賽。希望透過活動，同學會認識多啲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，以及能夠正確使用呢啲資訊科技嘅產品。